好，弟兄姊妹嚟到一無掛慮是神言最後一集啦，平安互為你心思。使徒保羅呢度講呢，佢話咧，當我哋咧如果凡事都唔去焦慮，凡事咧都帶住咁樣嘅心去禱告、去祈求，將我哋所要嘅嘢咧，將我哋想求嘅嘢咧，去話俾神聽。咁嘅時候咧，有一個嘅結果，一個美好嘅應許，就係咧神會喺基督耶穌裏邊保守我哋嘅心懷意念，賜俾我哋一份超越人所能了解嘅平安。呢個嘅平安咧，唔單止係一種咧好良好嘅感覺嚇，而係咧係一種好特別，係超越環境嘅，超越咧你所能了解嘅咁樣嘅平安 ，beyond understanding。呢一份平安咧，佢唔單止係一種美好嘅感覺，佢仲係一個咧好重要嘅兵器。呢個平安幫我哋去護衛我哋嘅心思意念。呢個保守呢個字咧，其實係一個軍事用詞咁樣嘅。係咧去保護啦，去護衛啦，防止敵軍入侵啦。因為個仇敵魔鬼佢常常都喺我哋嘅心思戰場裏邊搞亂檔，將好多負面思想注入嚟，叫我哋懷疑神，懷疑佢嘅慈愛，懷疑佢嘅大能。於是咧，我哋喺混亂當中，我哋咧亂了陣腳，陷入咗焦慮嘅裏邊。其實一個人陷入咗焦慮可大可小嘅，因為焦慮咧，佢唔單止係一種情緒反應，佢係要牽動你全人嘅身心靈嘅機制都會受影響。喺焦慮當中，你可能失眠啦，可能咧冇胃口食嘢啦，可能產生一啲身心症身體嘅毛病啦。於是你就越嚟越焦慮。仲有咧喺焦慮嘅當中咧，我哋容易咧係會喺一啲嘅風險評估上邊咧係唔客觀嘅，係咧可能高估咗嘅。係咧，因為咁嘅緣故咧，你就逃避咗做決定啦，或者做出一啲唔恰當嘅決策。當我哋喺焦慮當中嘅時候，因為我哋消耗咗好多心力嚟到咧去處理嗰個焦慮，我哋就虧損咗咧冇嗰種嘅智慧啦、心靈嘅能力啦，同埋身體嘅力量咧去回應嗰件事。仲有咧，我哋咧甚至係可能咧喺決策上邊咧會癱瘓，係有偏差。因此，神喺呢度就應許我哋啦。只要我哋願意嚟到咧去禱告祈求，常常去謝恩，帶住喜樂，咁我哋就會享受一份超越咗環境，不是人嘅理性所能理解嘅咁特別嘅平安。呢份平安咧，成為咗一個嘅好重要嘅護衛，叫我哋嘅心思意念唔會跌入咗焦慮嘅陷阱嘅當中，以致我哋可以喺平安嘅當中，繼續按着神俾嘅能力，一步一步咁樣嚟到去前行，同埋跨過一個一個嘅難關。好，祝福大家。